由今日開始，我 Michelle 順應潮流講講國民教育。不過我就好鬼怕啲人亂咁扯旗，話晒人哋係女仔嚟噶嘛，會怕醜噶。嗱，唔講扯旗，咁講咩好呢？最近睇到一個一統天下秦始皇帝嘅永恆國度，仲要由最近紅到爆嘅林鄭月娥揭幕，可謂城中焦點啦。今時今日竟然仲講一統天下，過時就唔再講啊，仲好似好威咁。就等我講下一統天下呢種睇起上嚟好威，但係實際上非常之無聊嘅歷史評價啦。細個讀歷史教科書，成日話統一好，秦朝好，因為統一天下；七國唔好，因為七國咁亂。但實情係唔係咁樣呢？中國人而家日日掛響口邊嘅孔子、老子、孫子，全部都係春秋戰國嘅人。嗰陣時啊，知識分子好自由，東家唔打落，咪打西家咯，點都唔使無端端俾人吊死。至於話啲國家打嚟打去咯，又唔見得所謂大一統嗰時啊，啲人嘅生活好咗，而且用今時今日嘅角度去睇，歐洲甚至東南亞嘅小國啊，都唔見得日日打嚟打去啦，有外交有談判噶嘛。所以而家仲話大一統好嘅，就好似有啲老豆由朝到晚話一家人一齊最緊要，但一閂埋門就得閒無事打老婆，半夜有事揼仔女，老婆仔女鬼殺咁嘈話要搬走，佢就話老婆勾佬，仔女唔孝順，飲多兩啖燒酒，仲攞埋把刀出嚟添啊！咁係咪唔要大一統就會分裂四散呢？嗱，呢啲咪證明中國人諗嘢冇咩創意咯。聽日我再講講有咩政治方法管理幅員大，仍然管理得掂嘅政治制度啊！